来关心美国前总统 Trump 讲到敢会帮助咱台湾防卫的代志，伊讲应该台湾爱来纳保护费，引起议论。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一直拢是自费咧加强自我防卫，拢是台湾家己咧甲美国买武器，毋是美国咧做主先。咱的外交部嘛表示，美国跨党派、跨政府咧支持台湾，而且台海和平稳定嘛正做共识。台海情势紧张，针对美国是毋是应该防卫台湾，前总统川普话讲，台湾应该爱付保护费。川普任内的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认为，台湾国防支出应该大幅度增加，至少爱占 GDP 的5%。对着中共军事一直伫发展，不过台湾还未下过3%。美国国务院回应，台湾强化自我防卫一直是自费伫购买，毋是美国伫做主线事业。Taiwan has been paying for its own defense. Taiwan has been purchasing military equip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tune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the military equipment that they have purchased supports American manufacturing, supports American industry, supports American technology. 米勒讲，台湾向美国购买军备，关系到区域安全，嘛对美国经济正重要。若是美国今年军援台湾，是评估了后的新做法，有助维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外交部回应，台湾得到美国跨党派、跨政府的支持，美方嘛甲台海的和平稳定形成一个区域共识。美国在这几年也是持续联合的理念相近国家，将这个台海和平稳定形成不仅是台美共识，也是区域共识，更是国际共识。不过，川普的言论，《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是分析，那是半导体。一旦台湾落入中共的手头，恐惊代表美国太平洋盟邦体系的结束。除非美国不要太平洋，否则的话，美国是不太可能放弃这个第一岛链，更不会放弃台湾。现在除了台湾的台积电之外，美国的辉达啦，这些都是属于台湾人在掌控的。如果台湾人完全把晶片都控制在手中的时候，那美国的很多资讯产业恐怕也动不了。社论指出，中共若甲台湾拍落来，一步就是南海，伊会挑工引起甲菲律宾的冲突。学者认为，美中晶片战拍甲真热，美国袂随便互中共来超车，嘛会尽力避免中共突破第一岛链，先关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